探親友，落堂遊。小明問阿媽買乜嘢俾親戚好友。小明上廣州搭高鐵落悠悠，飛前越秀山，家陣廣州乜都有。廣州話的確最妙，盞鬼堅得意，煲個冬瓜猛咁照，你我哈哈笑。珠江旭光接亞運，食在廣州正，三西關說故事，嘆下真寫意樂。一蚊一隻龜，一蚊一隻雞，你話龜貴定雞貴？其實乜嘢都冇問題，做人最緊要心足，千祈唔好咁虛偽。你好我好大家好，我幫你幫我，實驚冇計。兄弟手足要和睦，能了互助互包容，一齊嚟開心。